正大互咱上新的消息，另外公园离丢2只台湾细只乌禽已经学会晓做秀的技术了。当初呢，这2只细只乌禽分别是伫台东去互人找到，交由林务局特生中心来照顾。几个月了后，这2只细只乌禽学会晓做秀的技术，离野放的时间愈来愈近了。而因这真活泼果水的形，嘛，互真侪介意乌禽的人看到真欢喜。 为着空心的车裤，真欢喜跳顶跳下，蹦来蹦去佚佗的，真活泼的模样，互民众拢感觉是真古水。而且上互大家欢喜的是，住伫咧特生中心的这2只细只乌禽，拢已经学会晓起秀的功夫。筑巢也是一个基本的技能，因为它必须要懂得夜晚，它要躲避敌人，它要爬到树上去，它要有一个舒服的窝，就像是在野外的熊，它有这样子的一个行为。这2只细只乌禽总算有舒适的厝。7个月公园小乌禽木拉鼠7月底伫咧台中县海水乡甲妈妈来走失线，另外一只离岛细只禽是9月伫咧南环离岛部落偷掠鸡的时阵，互人掠起来，带入去特生中心，嘛一直咧学野外求生的本事，为中心野放做准备。我们台东的熊，所以我们一定会让它回到台东这个地方来放。那自己确的地点，我们必须还要考虑到许多的因素啊。那目前我们还在选择地点，还在做评估。林管处表示，台湾乌禽是世界上唯一会晓家己编起厝的禽，但是先天的也是后天来学习的，就要搁等专家继续来观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